有冇諗過其實減唔到肥或者濕疹持續出現，未必就係關我哋嘢食事，而係我哋咧日常嘅生活壓力啦，令到我哋身體咧就不停咁樣發炎。因此咧要減脂抗炎咧，其中有個秘密武器咧就係茶氨酸啦。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好中意飲綠茶類啦，其實佢係存在於各種嘅茶類咧嘅氨基酸嚟㗎。喺研究發現咧，只有每一日咧攝取大概100至200毫克咧嘅茶氨酸咧，已經可以降到我哋嘅皮質醇，即係話我哋嘅壓力可以減少啦。當我哋嘅壓力少咗嘅時候，濕疹啦同埋我哋嘅肚腩咧，自然咧就會無所遁形。佢仲可以咧幫我哋增加翻大腦嘅多巴胺同血清素，令到我哋個情緒可以穩定啲。所以咧喺晏晝又或者朝頭早嘅時候咧，不妨咧飲杯綠茶啦，搭條香蕉合桃咁樣。一次過補充咗茶氨酸、維他命 B6，仲有唔同嘅飽和脂肪，低 GI 得嚟咧，亦都健康啲，令到我哋嘅壓力管理亦都容易啲緊。同時間呢一個方法亦都好容易做到，不妨喺你自己嘅 tea time 度試下啦。聽日咧就會講埋俾你聽點樣搭配3餐，亦可以穩定情緒，同時間抗炎減脂。記得 save 翻我呢條短片 ，follow 埋我，下一集咧就話俾你聽低 GI 嘅抗炎餐單。我哋下一條短片再見，拜拜。